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俗语说俗语，来翻头看一个俗语内底台湾历史的变迁。讲满清时代，满清沿海生分，真侪百姓，一年伫咧做大水，一年一咧翻风，一年一咧做可汗，到落尾吼，惊尽的嘛，挨惨，做田做实的，嘛无才调，讲有法度找出生路。俗语话咧讲，讲有心做牛无犁通拖，就是这个情形。毋则讲，西元1683年，满清政府公布一条禁令，讲偷渡台湾才严办。为啥要公布？虽然毋知影那个证人议论纷纷，讲只有台湾通讨赚，有船就坐，绝对要拼过啊。毋过乌水沟风险真艰难。人俗语咧讲，六死三人一回头，十个去，6个死伫咧海面，敢若3个留会掉。搁一个台湾原来真艰苦，搁惊翻头的啦。毋过台湾已经是最后一粒的白虎汤，无拼袂使安尼。毋则伫迄个时代，就有一本歌册叫做《心坎劝人莫过大歌》，见面2句就讲：在厝无路，嫁到东都。当初人已经行无路啊，已经行到尽崩啊。但吼规家安尼大嘴开哈哈，目睭金窟窟，要去何世上嫁到东都，就要归心对东都来。东都就是郑成功南台湾所建立东宁王国一个片名。对台湾去，对东都去，毋过政府规定袂用个偷渡。俗语咧讲，官有正条，民有私约，无要紧啊。咱都吼出面看有偌济喙银也好，还是有诶较好过，有银两也好，摕来买收海关官员啊。即阮囝，阮规家口啊吼，完全拢可以啊。伊着去台湾趁有转来吼，才有法度安尼养起阮一家，无阮吼，着爱淡只饿死啊。拜托个大人做好心啦，这互你食地啦。官有正条，民有私约。来到台湾，一言搁一言，一批搁一批，一只搁一只船只，经过将近200吨。本来西元1683年公布偷渡才严办，来到西元1875年，台湾的人口统计已经200几万咯。所以讲俗语，就是咧讲台湾过去一样凄惨，辽过乌水沟血甲目屎的历史。